台湾头一只国造的畅水蓝海鲲号，今仔伫台船的高雄厂区举行号名甲落水的典礼。总统蔡英文亲身出席，海鲲号嘛头一届公开伫咱国人的面头前，那么做伙来看卖。历史将会永远的记住这一天。过去潜舰国造被认为是不可能的任务，但今天由国人自己设计打造的潜舰，就在大家的眼前，我们做到了。在2025年，这艘潜舰加上海军现役的2艘舰龙级潜舰，台湾将会有3艘具备完整作战能力的潜舰。没有说什么外面讲说我们去抄袭旧的，没有，我们是全部新的设计，而且我们的性能绝对是优于现役的潜舰。台船的董事长郑文亮嘛捌说明讲，畅水蓝的落水仪式甲一般军舰的落水方式是无啥同，因为畅水蓝幕有袂少机密的装备，无方便对外来显示，所以人拢爱经过真侪测试了后，才会当实际来落水。所以一般的传统畅水蓝落水仪式只是简单捌一下水，尔。